叫你老闆唔好得罪人。數12車場。港九新界由前晚11點幾開始嘅9個鐘頭內，先後有12個爛地停車場嘅更亭俾人用斧頭等嘅硬物打爛玻璃窗，或者淋紅油，甚至用貨車撞嚟招呼啊！當中9個屬於金偉停車場嘅。最先出事嘅係紅磡紅聯道呢一間。凌晨3至4點，呢5間仲喺短短3分鐘之內，分別俾1至2個30幾歲戴白帽同口罩嘅兇徒偷襲。而玩到最金嘅就係沙田呢一間啦，兇徒走入停車場兇走男職員，叫你老闆唔好得罪咁多人，跟住搶埋留低嘅車匙，揸咗場內嘅16噸貨車，撞爛更亭同爛閘。而油塘呢一間個阿姐，起初仲以為係老笠，落埋門唔敢出嚟添啊！12單刑位入面，雖然有3間唔係金偉嘅，但旺角呢一間個幾月前先由金偉轉手俾人，金偉係對於咁多單刑位一直冇回應。消息就話金偉試過用追擊手法同另一間嘉興停車場爭過生意。資料就顯示，同名嘅金偉停車場05年都曾經捲入刑事恐嚇同刑毀案，近半年仲涉及20單錢債糾紛添。業內人士就話，搞得停車場嘅都交遊廣闊，今次呢啲小兒科嘢都係志在攞威嘅啫。